但如果你將應唔應該指示呢個問題俾一個價值投資者嘅話，你得到嘅答案可以係完全唔同。佢哋咧好大機會同你講，除非公司嘅基本面壞咗，否則你都唔應該賣出。如果你認真去思考下佢哋背後嘅邏輯嘅話咧，就係佢哋當初買入嘅理由係因為公司嘅價格被低估咗，係遠低於佢哋嘅價值。既然基本面係冇變化嘅話咧，就代表佢當初入場嘅理由並冇消失到。隨住時間嘅話咧，佢嘅價值遲早會被市場認同翻，咁價格就會升翻上嚟。所以對於佢哋嚟講，即使股價喺短期再下跌，你都唔應該離場，反而應該用 DCA 平均成本法去慢慢加倉，等待價值回歸。所以咧，投資者咧係會更加容忍到波動，同埋容忍到呢一個低估期，因為佢哋相信咧市場係遲早會被修正嘅。而最經典嘅一個價值投資例子咧，就係巴菲特買入呢個華盛頓郵報。